今日好開心，亦都好高興大家能夠抽閒，俾啲掌聲多一次俾我哋霍啟剛人大代表同埋立法會議員。我哋亞非法協香港區域仲裁中心啦 ，ALCO， 我哋係隸屬我哋一個國際機構啦嚇，1956年成立，咁啊至今而家咧就有49個國家為我哋嘅會員國啦。咁我哋致力咧係創造一個更和平、更公義嘅一個國際秩序。咁啊，1956年至今咧，我哋已經成立咗6個世界各地咧嘅一啲嘅區域嘅仲裁中心。咁喺中國嘅主席推動下啦，幾年前呢，我哋亦都喺中國嘅香港呢個好嘅地方。今日大家喺呢個地方咧係一個歷史建築物啦。咁啊呢度係好特別。咁啊，尤其是啟剛坐個位咧，就係好多年前終審庭個最高嘅法院個法官咧就喺嗰度判嘅。判案件啦嚇，即係彰顯公義啦嚇。啟剛同我就好多年老友啦。咁亦都佢多重身份啦，亦都係奧林匹克嗰個基金委員會嘅主席。咁就大家都好認識啟剛嚇。佢同佢一家人對中國嘅貢獻，尤其是體育界嘅貢獻咧，就咁今日咧，我哋主要咧想講一講我哋即係我哋兩個開完兩會啦。春晚香港分會點搞咧嚇？唔係，主要想傾一傾15五規劃嗱。不如我第一個問題先啦。啟剛話嗱，15五規劃應該佢先講去兩會有咩感受？我諗咁樣啦。首先客氣説話都要講嘅。我同 Nick 咧真係拍檔多年啦。咁啊，今次第一次嚟到你屋企喎，原來你屋企咁靚啊！係啊，好少少羨慕喎，係咪？未嚟我哋奧委會有少少羨慕喎。點解佢有間咁靚嘅歷史建築？過嚟得㗎啦。我哋嗰啲房又唔夠位啊，我哋地方又狹窄啊，咁啊，即係俾到我新嘅人生目標。我哋奧委會都要爭取一個靚嘅歷史建築咧，做我哋屋企。多謝。咁 anyway， 今日坐喺度，其實我哋都好有淵源，因為其實咧喺 sports， Nick 就身兼多職嘅，佢好多飯。我成日都話喂，你唔使瞓覺嘅，你咁多嘢做。咁但係咧，佢好積極去支持我哋體育界啦。咁但係咧，我哋前幾年啦，一齊喺度探討一件事，就係喂，我哋而家香港未來嘅發展係政府都好支持我哋嘅城市經濟啦。我哋亦都搞越嚟越多比賽啦。咁我哋自己奧委會其實咧都有好多嘅總會。喺度成長緊啦，發展緊啦。咁其實喂都其實唔係話一帆風順喎，係嘛？唔係即係表面大家睇哇好好啊，成績好好，運動員成績唔錯。咁但係背後當然亦都好多唔同嘅 dispute 啦，唔同嘅情況啦。係。咁喺度傾，喂有冇咁嘅機會可以有咁嘅 dispute resolution 咧？嗱，我唔係專家，Nick 係專家，所以其實喺 Nick帶領底下，我哋 co-sign 咗一個人大建議。有3年前係嘛？3年前。咁就為北京，我知道北京係成立咗一個所謂一個dispute resolution 嘅。咁會唔會支持香港咧？咁得到翻嚟嘅回應係正面嘅。佢話咧，你哋當然香港一國兩制，香港亦都有獨特處，政策上或者方向上係支持我哋做。所以將呢嚿嘢就拎翻嚟香港，當然亦都係特區政府好大力支持。所以我哋今日咧就坐喺度，就呢個 sports resolution 或者 dispute 呢個resolution 呢個情況咧，就同大家講。所以呢3年都有少少成績，我自己覺得係非常之好。咁你話兩會啦，咁啊兩會嗱太闊啦，太多嘢講，但係我有一個感覺係強烈嘅，就係個意思5年個規劃喺 sports 嗰度咧。佢係指咗一個好明確嘅新嘅方向。當然你話傳統嘅 sports 喺個成績上或者出比賽嘅一啲所謂 competitive sports 上邊咧，要繼續做得更加好，呢個係好清楚㗎啦。我簡單嚟講啦，呢個唔多講啦。咁國內而家未來咧有個633計劃啦，即係6個優勢項目。例如體操啊、射擊啊、舉重呢啲咁樣啊、跳水啊咁樣，要鞏固呢啲咁嘅成就。3個咧應該就係3大球，就係3個即係嗰個叫足球、排球同埋籃球，同埋另外3個咧就係基礎性嘅項目，即係游泳啊、同埋田徑啊等等呢啲。咁所以喺嗰方面你咩路做？咁其實國家又做得好好。咁但係更加重要咧，就係大家都睇到，其實而家我哋中國係轉緊咧去一個希望啦，係去緊一個
消費型嘅社會，係咪？咁背後大家好清楚啦。咁未來嘅消費其實都係其實所謂講嘅中產消費或者嗰個所謂國內消費越嚟越強。咁我哋覺得咧，其實未來個體育產業個份額咧會係越嚟越大嘅。咁佢裏邊都寫咗好清楚，就係鼓勵更多嘅體育方面嘅一啲消費活動嘅舉辦，寫到好細添喎，15係嘛？仲係鼓勵有啲coastal 嘅海上嘅水上嘅運動啦，點樣更好利用可能山啊一啲可能自然嘅一啲條件啊，做多啲體育嘅運動。所以個意思就係其實個體育嗰個消費同埋體育嘅份額咧，會係越嚟越擴大嘅。亦都係更加全民化嘅，咁呢方面。咁另外一樣嘢就喺嗰個全民健康或者嗰個體育強國嗰個描述咧係更加強。舊時可能體育強國，大家理念可能話攞多啲金牌就係體育強國，但係而家更多嘅體育強國就要全民參與啦，就係我哋全部人、成年人、年青人係咪可以參與其中咧？做多啲運動，其實個意思其實你做多啲運動，你消費亦都係越嚟越強啦，越嚟越多啦。咁啊，所以其實喺嗰個所謂健康中國個建設裏邊咧，體育嗰部分咧會係佔一個非常大嘅一個份額咯。所以喺嗰個經濟上或者未來我哋嗰個自己呢個產業裏邊咧，係我覺得一個好重要嘅里程碑，亦都喺未來5年，因為其實你話2035年就話去到一個所謂現代化嘅中國啦嚇。咁所以呢10年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階段嚟嘅。咁我相信5分鐘講唔到太多，咁但係呢一方面我哋今日講 sports 係一個好大嘅一個 area， 係好多嘢可以發揮到。啟剛，你覺得體育產業其實世界上有幾大？我真係唔知幾大喎，但係咧價值上嗰個份額係大嘅。因為咧嗱，你睇翻個 percentage for GDP 啦，因為我唔想亂引述一啲數字，同埋你有時咧都係講緊嗰個 definition 啊，即係嗰個體育產業嘅 definition 係幾闊啦嚇。咁即係如果你睇翻呢一啲以往嘅數字，美國顧名思義應該個 sports industry 係最大啦，佢應該係佔成個美國嘅 GDP 大概5%左右啦。咁歐洲可能係2.5咁上下啦。咁其實我哋國家個目標都係希望佔我哋國家嘅 GDP 係5%嘅，5%嘅。真係唔少。所以嗰個我而家on top of my head 就冇一個數字喺度，咁但係你可以睇到佢嗰個目標上係好清晰嘅。目標上係好清晰，咁當然嗰個 sports industry 係包括咩咧？可能一啲比較簡單嘅，而家講緊 sports equipment 啊，係買緊可能波鞋啊、波板啊呢啲咁嘅嘢啦。當然係比賽啦、城市經濟啦、比賽嗰啲周邊產品啦，甚至而家可能體育同旅遊結合埋一齊啦。咁呢啲咁嘅嘢，其實我淨係想講嗰個方向係好清楚。同埋嗰個份額會係好大，咁值得我哋去諗嘅就係兩方面啦。香港尤其是大灣區喺呢個發展裏邊可以扮演到咩角色呢？呢個第一。第二就係我即係今日翻嚟呢個，大家在座都係嚟 Alco 啦。其實當中會有好多 dispute 嘅，係咪？你有生意做，你有錢 involve， 你有利益所在，咁實唔會一帆風順，實係會有情況出現。咁香港可以喺個 dispute resolution 嗰度係做到乜嘢呢？呢個你嘅專家啦，呢個唔係我嘅專家啦。咁但係呢個係我哋體育界點樣可以同你哋一齊 work together 咯。咁國家 GDP 突破咗140萬億啦。咁如果唔好講5%啦，1% 都萬幾億啦，咁真係唔少嘢。我想睇個經濟嚟講啊嚇，啲轉播權貴唔貴嘅咧？以你經驗，嗱球星入某啲球會去個合約梗係貴啦，咁但係其實仲有啲咩貴嘅合同咧？你講緊 specific from 個 dispute resolution 嘅角度，commercial 簽嘅合約係咯。嗱，當然club rights 係貴啦，即係你講球星，其實你睇翻如果international cast 咧，好大部分其實好多嘅 case 都係 involve football 嘅，足球嘅，佢足球嗰個份額佢自然係最大嘅，佢好多球會。同球會明星或者球星同會嘅一啲 dispute 啦，甚至一啲球會同洲際協會嘅一啲安排啦，咁所以呢樣嘢係一個
好大嘅一個 market 啦，當然。咁另外一啲可能係廣告啦，係咪？即係個 rights 啦，你嗱我簡單嚟講，譬如國際奧委會咁樣，係其實你睇翻佢哋個 annual report 咧，佢哋個收入來源70%咧係 TV broadcasting。基本上而家係咁樣嘅。佢成個奧委會嘅運作70%個份額咧係 TV broadcasting，當中一個相當大嘅份額咧係 NBC 嗰個 contract。係，即係美國個 NBC，所以你呢個其實睇呢個題外話啦。其實美國咧，即係IOC 咧，佢哋做嗰個 program scheduling 嗰陣時咧，佢哋會好 favour 美國嘅 audience，因為羊毛出在人身上，邊個俾錢咧，佢哋就會就嗰度啦。咁呢個就同今日講嘅無關啦。咁呢個係其一啦。咁但係我會覺得未來嚟講咧，我自己係睇到一個所謂如果直白啲講就係西降東上嘅咁嘅一個東升西降嘅一個咁嘅trend 啦。因為你睇到而家其實講緊corporate sponsor on 呢啲大型嘅 event，無論係足球也好啦，或者奧運也好啦，甚至如果洲際更加啦，亞洲比賽咧，其實絕大部分亦都好大部分嘅錢咧係中國，係亞洲同中國。亞洲即係中東啦，You have the likes， 譬如世界盃，譬如Qatar Airways 啊，呢啲咁嘅公司亦都做好多啦。我哋而家中國亦都係越嚟越多支持我哋啲大型比賽嘅。你睇下世界盃，如果冇記錯嘅 Hisense 啦，係咪？我哋蒙牛啦，之前應該係 Vivo 啦，咁呢啲國產嘅品牌佔嘅所謂贊助合同都比較多。奧委會亦都係舊時比較少嘅，而家有咩呢？阿里巴巴啦，係咪？阿里巴巴支持啦。電視就係而家 electronic 就變咗 TCL 啦。咁所以好多呢啲其實我哋而家中國嗰個所謂嗰個支持世界大型比賽嘅力度都越嚟越大。咁從中會唔會有啲dispute 啊？從中會唔會有啲情況要係解決啊？咁呢個係我哋睇緊嘅一個大嘅 trend。我有個律師朋友，我一齊打排球嘅，因為佢係一個內地嘅科技公司。其實頭先你提過其中一間，咁佢話佢而家工作咧就每日咧就要睇即係每年要睇幾十億嘅合約，就係捐出去嘅啫，就係支持即係體育產業咁樣。咁所以就即係我覺得香港或者內地即係有關嘅一啲球隊啦，即係可以諗下同一啲科技公司，即係佢賺到錢啊嘛，咁好願意幫手。頭先啟剛提到足球啦，你細佬啟山啦，應該話啟山就係 FIFA eSports 嘅global 嘅 chair 定係？好似係啊！呢方面其實都好犀利喎。我見到譬如內地即係 e-sports 啊嘛，即係打機嘅啫嘛，即係冇話芝麻啦，真係好勁。因為啲人咧幾多人一齊坐埋睇一場比賽啊 e-game 嘅。嗱，我舊時都有接觸嘅，因為我之前都做咗個亞洲電子體育即係電競啦，電子體育聯合會嘅主席。我當時17年開始做嘅，咁亞奧理事會個主席就叫我幫手。我同佢講話，喂，我唔識打機嘅喎，你叫我做咁樣。咁其實咧，我真係唔識打機㗎，我唔玩。你最中立啊嘛，咁樣，因為咁但係當時其實有一個使命嘅，當時嘅使命就係希望將所謂電競呢樣嘢咧，將 traditional sports 同埋電競咧係拉近少少。因為當時咧都有個 discussion 嘅，國際奧委會都有個 discussion 開始就話，即係 future of sports 啊。咁而家佢正正就係睇到嘅 e-sports 越嚟越多人玩喎，咁佢哋梗係自己覺得有啲危機感啊！會唔會啲僆仔全部打機唔玩 sports 㗎咁？所以佢哋都有少少所謂 dip their feet in two sides 啊，咁佢都有個 strategy 咁。所以 anyway 咁嗰陣時我就去幫手。咁其實我當時都有少少驚訝嘅，就係當然成個 landscape 就好亂嘅，好五花八門嘅。咁但係就發展得好快，你都覺得你都知啦。前幾年好多人搞電競㗎嘛，又搞電競隊啊，又呢樣內地係瘋狂咁樣去做呢樣嘢。呢幾年 calm down 咗少少，咁但係個意思就係其實嗰個
市場係大嘅，年青人確實係喜歡嘅。我記得有一次應該上海做咗一個遊戲嘅全球嘅總決賽咧，喺 Mercedes-Benz Arena，Arena 好似係坐25,000人嘅。佢話佢賣飛咧，基本上係2-3分鐘就賣晒啲飛。25,000人2分鐘賣晒。係即係所以嗰個消費係非常之強嘅。咁所以嗰個 popularity 喺度嘅，所以呢個其實都 present 去所謂 traditional sports 一個 dilemma。佢哋當然 traditional sports 或者普通，尤其是帶翻奧委會嘅，當時17年嗰陣時咧係意見係非常分歧。我記得嗰陣時巴克主席係基本上開完一個 e-sports forum 係冇結論嘅。即係佢哋覺得e-sports 唔係 sports 嘅，我哋係 traditional physical sports。但係搞下落去咧，佢哋自己都唔掂啦。佢哋都覺得喂，我哋唔能夠完全 ignore 呢樣嘢，所以佢哋自己咧都做咗個 e-sports strategy。你都知佢哋喺新加坡等等咧，就做咗自己 IOC own 嘅 e-sports series。咁但係行咗一段，咁而家又停咗。新主席上咗台咧，又話pause and think。喂，睇睇點先，唔好太快。你行得太快，亦都唔知點樣。所以點解頭先你提啟山呢？其實佢而家 FIFA 咁大嘅機構，佢都要 embrace 呢樣嘢。其實閂埋門講啦，冇記者，其實又係大家要搶地盤啫，即係咁解嘅嗰件事情啦。咁所以好多 sports 其實而家都面臨一個情況，就係佢哋想接觸，但係佢唔知點樣去做。唔知點樣去做。佢有冇一個好清楚嘅 e-sport strategy 係冇嘅，咁所以佢咪要揾啲人幫手咯。咁我覺得兩睇啦呢件事。我覺得未來喺 traditional sports 或者傳統體育嘅行業裏邊，就係可能更多唔係講緊打機啊。因為打機可能你就其實嗰個 power dynamics 喺邊咧？嗰個你講傳統 e-sports， 你話英雄聯盟嗰啲咧，其實個 ownership of 嗰個 e-sports 係 is from the game developer。你咪嗰個關鍵之分別喺呢度。嗱，譬如你游水咁，冇人 own 游水噶嘛，你冇個 exclusive right 係你要游水比賽之前問我噶嘛，係咪？咁但係打譬如英雄聯盟咁樣，你一定要騰訊嘅許可，你先可以用佢個 game 啊嘛。所以呢個裏邊就好多利益喺後邊啦。咁但係未來咧，我反而講咧 e-sports。你用英文呢句咧，唔好用電競嘅字啦。而家我哋可能更多諗緊係一個體育嘅數字化啦，e-sports 或者 digital sports 啦，就係點樣 technology 去賦能傳統體育，去 increase 佢嗰個或者將傳統嘅體育轉變。no matter 係純粹係個 competition mode 啦，即係你所講喂 FIFA Online 變咗打機咁，呢個一種啦嚇。咁有啲可能，譬如你講緊譬如你話 ski 咁樣，你係咪滑雪總會？咁你而家滑雪一定要係天寒地凍去山上邊滑雪啊嘛。咁未來一啲可能 technology， 你用VR 啊，你用嗰啲咩simulation， 係咪都可以做到啲 online 嘅 competition 咧？咁其實有好處嘅喎。其實佢呢件事咧，有啲可能唔係嗰啲，譬如印度啊、南方啊。冇滑雪嘅地方，嗰啲人都可以參與喺 this mode of competition。其實對 FIS 即係對 Ski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嚟講，對佢好事喎，因為佢增長唔到啊嘛，佢滑雪嘅人就係咁多啦。係咪？如果佢可以 tap into 一啲冇冰雪條件嘅地方，可以做到滑雪嘅運動員，咁對佢嚟講何樂而不為？其實佢 increase 咗佢 market 噶嘛。咁所以呢啲嘢其實都係應該我哋去睇嘅。但係from the flip side 就係你點樣可以用 technology 去改變 sports，how you consume sports。嗱，即係其實你而家睇嗱，頭先翻去頭先嗰個位度，我就係話其實而家 sports 某個程度上咧都係俾電視台係。我用控制兩個字啦，因為主要嘅 sponsorship 係 TV rights 啊嘛。咁其實邊個餵奶就係阿媽啦，簡單嚟講係咪？佢電視台 holds a lot of control。咁但係你會睇到而家其實 sports 慢慢都開始 decentralize。你睇緊即係佢而家嗰個 business model， 佢唔會俾電視台鏈住佢哋嗰個，佢哋可以直接 through technology 係 reach 到個 customer base。係咪啊？我而家睇到嗱 NBA 你都未必喺電視睇啦，
你可能 NBA 買 NBA pass，你咪睇你中意嗰隊咯，或者你買個 season pass。多鏡頭睇。你多鏡頭咯，F1 而家都做緊㗎。你譬如 F1，點解你中意 F1 嘅話，我就係中意 Hamilton，或者我就係中意 Ferrari。我點解我要睇其他啫？我想跟住 Hamilton 架車，咁得唔得呢？可以喎。未來我估啊，我斷估啊，我唔知啊，我亦都冇呢個 knowledge，insider knowledge。未來 Olympics 而家其實嗱 TVB 買咗個 right， 或者政府買咗個 right，電視播乜你要睇乜㗎啦。咁未來係咪你直接如果 IOC 可以直接同個 customer 互動嘅？喂，我中意睇跳水嘅，我淨係買跳水嗰個都得㗎。我唔中意睇田徑，我點解要睇田徑呢？即係其實你咪將個成個 information 係 decentralize 咗，你咪可以更 targeted。即係好似當時我買 CD 要買一隻 CD， 我可能聽一首歌，我買一隻 CD。有咗 iTunes Music 之後，我就係買嗰首歌。咁你咪將嗰件事係唔同咗咯。即係我頭先你講 e-sports， 我諗 e-sports 淨係一個世界。其實而家點 technology 可以會 change 咗個 how you consume sports，how you participate in sports，and how you look at the sports。所以呢樣嘢又翻到今日啦，其實會引起好多dispute 喎，都係咪？因為你複雜咗成件事好多啦，你層次多咗啦。你今日都提喂會點 consumer protection 啊？係咪？我買咗點樣去做？我呢啲就其實個未來嗰個 need 係非常之大咯。啟哥，我想請教你，體育有關嘅爭議解決同埋同體育冇關嘅爭議解決，有啲咩特質呢？本質上有咩唔一樣定係一樣呢？呢個你答好啲喎，你係律師喎，係嘛？自問自答添，唔係咁。你問啦，你答啦。多謝啟哥俾機會我啊。咁啦，即係其實當然即係體育比賽，即係時間係好重要。即係唔係話做生意時間唔係金錢，但係體育嚟講，你可能即係練一世就係想嗰次奧運出賽，咁或者係今次呢個禮拜踢波咁啊2黃1紅出咗，咁啊你想上訴。但係如果成件事搞唔切呢，下個禮拜你又冇得出賽啦，或者影響到球隊，咁呢啲時間過咗就翻唔到轉頭。咁我就想睇下，你覺得去法院恰唔恰當啊？定去咩地方解決？即係我諗咁講啦，幾樣嘢啦。呢個其實我哋盤古初都傾過嘅。其實體育即係 set of rules 啦。因為體育呢個世界好得意嘅。我有時我一講咧，其實大部分人咧90%幾嘅人咧，唔知體育世界係點 work 嘅。即係嗰種我哋廣東話就叫騰楞瓜瓜楞騰。即係其實咧，所有嘅世界組織咧，就似冇關，但係全部都有關係嘅。係嘛？美尼你都清楚啦，我哋知道啊，咩世界總會、亞洲總會，跟住有咩 GASF， 有咩 ANOC， 即係總之來來去都係嗰班人，但係幾百個唔同會嘅。咁所以呢個 set of rules 呢個就係個生態。咁你每一個 dispute resolution 嘅 system， 你都要 respect 個 ecosystem， 係咪？你用外邊嘅去套入去。咁係咪一定適用呢？未必，因為 sports 有 sports 自己解決嘅方法。邊個認可？嗱，我簡單嚟講，即係而家譬如有兩個會，兩個都 claim 係呢個 sports 嘅權威。咁你點搞呢？係咪？世界會又有兩個，亞洲會有兩個，個個打大交。咁最後邊個説了算呢？係咪 IOC 説了算呢？係咪話即係我唔想太 technical 啦。咁所以呢啲其實。你法院佢又唔知點判嘅喎，法官會唔會即係一個國家嘅法院會唔會話啊？我就認A association 啦，B 又唔係啦咁樣。喂，去到隔離街又唔係喎，喂原來 B 又好似好啲喎。即係其實呢啲咁嘅嘢就係好獨特於 sport，所以點解要生一個 sports related 嘅？就係我哋要一個 set of rules， 跟住要大家呢啲所謂總會啦，或者呢啲所謂話事人也好，你話權威機構也好，係 prescribe by 呢個 rule。大家都係喂同一 set 嘢啦。大家去咁樣去傾啦。佢嘅決定我會尊重嘅，呢個係最緊要，係咪？如果唔係冇意義嘅成件事情。咁呢個係第一樣嘢。咁第二呢，當然講緊 timing 啦。咁你譬如好多有好多 case 係咩咧 ？anti-doping， 譬如你懷疑啦嚇，懷疑你服藥咁樣。但係唔係喎？我2個禮拜後要比賽㗎咯喎，咁我要排 court date 啊，
咁我下個禮拜係俾定唔俾啊？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就好現實嘅問題嚟嘅。係咁我可能冇咗下個禮拜嗰個比賽個成績，我就冇得去奧運嗰個錦標賽咯。即係呢啲亦都係個 timing issue，有冇得可以合時？即係你排 court 死啦！即係等到你運動員生涯都未完，就可能都未排到啦。咁呢個第一啦。咁我諗第三樣嘢好現實嘅就係 cost 啦，係咪？係。咁你個成個 cost 你哋更加清楚啦。咁香港確實有個 case 嘅。咁啊 case 即係你話如果排 court case 都搞到啲總會，因為而家講真嘅體育總會係咪咁有錢咧？當然唔係啦，佢哋都係政府資助為主啦。咁有啲 dispute， 如果下下都要去法院，基本上唔 practical， 因為咁邊個俾錢啫？係咪燒錢？會又冇錢，或者控告個 party， 因為一啲不滿，但係因為冇 access to money 而 cannot go through the process， 又係唔 fair 嘅喎，係嘛？咁所以呢樣嘢就係亦都係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咁你話嚟到香港做，點解香港有做？咁優勢你好清楚啦，我唔使喺度講啦。咁我想喺度講就係其實有啲總會之前確實有 dispute 嘅，就係喂唔掂，我哋要去 court of arbitration。去瑞士搞完一輪之後呢，哇！兩邊都兩敗俱傷，兩邊都打到窮，後尾都未必去即係 resolve 到呢件事。咁呢個已經係可能啲總會層面咯喎，係咪？咁如果你去到啲 case 話運動員，如果覺得個 procedure 有問題或者出賽有問題，喺 locally 嘅，佢哋冇可能喺瑞士搞，即係呢個唔 feasible。你叫到運動員出賽嘅話，冇佢份咁先算啦嚇。佢去瑞士稿唔係可能咯。咁所以我覺得香港係一個好好嘅開始啦。因為而家亦都開咗個 pilot scheme 啦。咁政府都有 funding 去支持。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喺我哋整體嘅 corporate governance 嘅提升嚟講咧，係一個重要嘅環節咯。頭先啟剛提到嘅pilot scheme 啦，就係特區政府支持推出嘅一個體育爭議解決嘅先導計劃，咁就我哋亞非法協香港區域仲裁中心咪好彩啦，就得到大家嘅支持，咁呢，就我哋就負責去營運下呢一個先導計劃，咁我哋都有好多在座啊，都有啲係我哋嘅畢業生啦，即係在冊嘅一啲嘅體育爭議解決嘅專員喺度嚇，咁我哋特區支持下呢。我哋咧香港85個總會啦，內地都有唔同嘅體育總會係嘛？外地咁當然可以用內地嘅 CCAS， 可以如果你中意啱你嘅，你可以用瑞士嗰個。但係香港咧就喺度為大家提供服務，基本上咧就係你唔使再擔心要使幾多錢，因為咧嗰個調解或者仲裁裏邊嘅有關嘅費用啦，咁就政府咧係大部分承擔晒嘅。咁跟住咧。中間嘅仲裁調解費咧就政府俾咁當然有上限嘅唔好過分係人都要請即係在座啲好勁嘅律師但係我知道佢哋都願意就為體育產業升級轉型去作出貢獻咯。咁世界上我哋遇到嘅情況，即係亦都多謝奧委會嘅信任啦。咁我都去咗一啲我哋亞洲區嘅一啲會談。咁喺泰國就見到其他唔同地區國家嘅奧委會嘅代表，咁我哋去溝通，佢哋都我諗普遍，因為你見佢大 topic 都講到明，就覺得瑞士嘅 CAS 係咪仲適合地球南方，係咪仲適合第啲地方呢？因為佢哋審議出嚟嘅呢，有啲案件呢，喺歐盟嘅法庭呢，都上訴就變咗係影響到嗰個仲裁最後個決定係咪一個最終嘅決定咯。咁所以嗱，今日就一個引子啦，好多謝大家。好似阿啟剛講到咧，其實大家藤藤瓜瓜藤藤，大家都未必完全揾到自己大家之間嘅關係。但係一陣間雖然啟剛同我要趕翻立法會，但係大家如果有時間可以飲杯嘢，大家互相認識下。咁就體育業嘅發展非常之重要。15規劃除咗即係提到我哋一個健康中國、體育強國咁科技即係嗰個創新嘅發展，亦都咧將法律界咧係繼續去提升。之前14.5咧，我哋一個亞太嘅法律服務及爭議解決中心，而家提升到國際層面啦，就唔係局限於淨係亞太區嘅服務。咁我哋兩者結合咧，其實咧所有嘢都係跨界域嘅合作，
協作融合發展咧，一定可以即係令到大家有更好嘅發展，同埋幫大家一齊建立更好嘅基礎嚇，去升新嘅台階。有冇問題？兩位老師好，我是來自新疆體育產業聯合會的負責人。二位去年夏天體育產業聯合會是新疆體育局下屬的。去年二位夏天都去新疆考察了。是的。然後我今天呢是從澳門趕過來的，因為我現在是在澳門科技大學讀博士。我呢是自己做體育產業實踐管理、運營管理的。我有個問題，我想請教一下二位，尤其是那個霍老師，就是香港成為體育和仲裁的這個中心，您認為對於大灣區乃至中國內地的體育產業的發展有哪些很大的推動作用？因為我們知道呢，國家把體育產業呢2030年呢定到了7萬億，希望體育產業能夠成為中國的支柱的這個產業。我呢也是從事這個行業近20年，從2014年的46號文到現在呢，很多文件我都在研讀。那麼我很關注香港的這個仲裁的這個中心的成立，我想請您從這個角度談一下，這個體育仲裁中心在香港的設立對於大灣區乃至中國內地的體育產業有哪些幫助？謝謝。我覺得兩個方面吧。第一就是香港在大灣區的這種角色啊，可以做到什麼？從體育的角度先，體育產業的角度。那當然從15規劃也好，我們國家給香港的任務也好，我們要在通過香港利用一國兩制的優勢，去擴大朋友圈吧。簡單來講，對吧？加深這個合作交流。落地一點講，就是其實我們很多的體育 IP 也非常的看好中國的市場。那當然，他們懂不懂中國，他們一回事；他們怎麼落地也是一回事。我覺得香港是一個非常好的落腳地。就來到香港，你比如說，可以對接國際的 IP， 比如說那些 IMG 啊等等，他們擁有很多那種體育 IP 的，可以作為香港是一個合作的中心、簽約的地方。但是對他們來講，因為那些成本高的，你光香港市場是吃不下的，吃不完的，你肯定要連同大灣區等等其他城市一起去承擔的，就是 per head cost， 他們的成本在降低。所以這個是我覺得這個最直接的，我們可以作為大灣區的窗口去拿一些盛事，利用我們的這些企的體育啊、深圳的、廣州啊等等，連成一個聯盟，一起去搞大型比賽。我覺得這個是可以。那比如說，簡單來講，我很想做香港做世界游泳錦標賽。那香港本身自己是不可能的，我們只有2個游泳池能用，那怎麼辦呢？那我們可以連同深圳啊，連同廣州啊、南沙啊一起。我覺得國際遊聯很願意啊，他不管，你願意給錢就行。但是我們就可以做，我們可以領頭，我們可以那當然要跟中國奧委會啊等等是說好了。但我覺得這些都可以做。那萬一有什麼 dispute， 有什麼爭議，你可以指定，我們在香港可以做那個走這個 dispute 的流程。那可能對國際組織來講，他們也更安心，因為他們比較理解我們的 common law 等等，我們的方法等等。所以這個我覺得正正就是我們的這個優勢。但是整體來講，大灣區的這個體育整合是很重要的。我補充少少，即係我哋覺得應該優勢互補嘅，即係有啲嘢唔同地方唔同人叻啲，咁大家唔好冚崩頭。即係如果你講到大灣區一家10嚇，咁啊11兄弟姊妹，咁啊其實就即係香港做融資好啦，知識產權保護好啦，內地市場大啦，統一市場大啦，嚇咁變咗真係可以如果澳門你可以通過澳門去啲葡語系國家啦。咁所以呢度都有啲專家喺度嘅，我知道。咁所以我應該可以多方面去發展。好，後邊先生，跟住左邊呢位女士，係啦，跟住到你，係啦。係兩位主講人好，我叫陳志，我係嚟自廣州嘅律師嚟嘅。你好。咁我比較關注就係 dispute resolution 啦。咁香港係眾所周知係 commercial arbitration 嘅中心啦。
但係講到體育嘅 DR 嘅話，佢嘅中心應該目前嚟講啦，就係瑞士嘅洛桑啊嘛。洛桑嘅國際體育仲裁院。咁即係兩位睇嚟嘅話，香港同瑞士比，如果想要即係一定程度上去同佢比嘅話咧，喺幾大程度上佢係優勢或者劣勢係有啲乜嘢咧？即係優勢有啲乜嘢，同埋仲有啲咩地方可以補充？有咩不足可以補充咧？係，唔該晒。國家咁大，咁我哋即係大國之風，我哋唔會夠話人哋差㗎，係咪先？咁所以即係各有各好嚇，咁但係始終即係用乜嘢嘅爭議解決條款咧，係啲主辦方決定嘅嚇，咁或者係大家即係協定。咁所以嚟講，如果即係全世界193個國家150多個都同中國做生意，咁你睇到中國14-5-15-5係將香港作為即係其中一個定位，就係國際法律服務爭議解決中心啊嘛。咁所以包括咗體育啦，即係如果你留意香港即係特別行政區當家人啦，我而家叫下，咁啊佢去推動咧，佢都話香港要做好體育爭議解決。咁所以有呢一個支持，大家就應該有呢個信心，一定做得好。頭先啟剛都即係代表都講過，會唔會特登個飛去，即係個 case 夠大你先飛去瑞士教啊？咁個 case 唔夠大，或者你去過見過之前有啲游泳運動員遇到啲情況，你覺得公唔公允，自在人心嘅。咁所以亞洲、地球南方，應該話歐洲以外，其實都嚮往有一個瑞士以外嘅地方提供一個第二個服務。咁當然廣州啊、廣東啊，即係好多地方都可以一齊做。咁但係就即係睇下邊樣最啱做。3個字，follow the money。係咯。錢從哪裡來？係啊。係咪？嗱，傳統嚟講冇可厚非，全球嘅體育中心一定係瑞士㗎啦。但係而家仲係咪呢？仲係。但係我哋睇到好多人都開始諗，喂，未必喺瑞士喎。第一唔係好方便喎，瑞士，同埋啲嘢真係唔係好食喎。呢個第一啦嚇。唔係，但係咧嗱，我舉個好嘅案例，我唔講名。3個禮拜前有個世界總會嘅大 sport 嚟嘅，個總會嘅主席嚟揾我。咁佢話：我話你想傾乜啊？咁樣。哇！佢話我哋而家咧，佢總會當然喺瑞士啦嚇，喺洛桑啦。咁但係話喂，我而家想將我哋嗰個marketing department 或者 marketing arm 擺喺香港。我梗係聽明佢意思啦，你冇稅啊嘛，你梗係揾中國人錢啦，即係簡單嚟講啦，係咪？其實個個 sport 都開始咁樣啦，冇乾晒糖啦嗰邊，你邊人出錢啫？咪全部嚟全中國攞錢咯。咁好啦，你中國公司出錢，你個合同你會喺香港 dispute resolution 定喺瑞士啊？中國公司梗係香港啦，起碼大家黃皮膚有嘢傾都好傾啲啦，係咪啊？好簡單嘅啫。所以呢個係個大 trend 嚟嘅。我覺得而家個體制係變緊嘅。瑞士歐洲人以往係權威，你會留意到㗎，好犀利㗎啲歐洲人，佢哋就 group 埋一齊嘅。喂，規矩就佢寫嘅，錢就揾美國佬錢嘅，跟住就咩？咁但係而家係變緊啦，中東人、中國係話事權越嚟越大嘅。咁所以呢樣嘢，我覺得係一個大 trend 嚟嘅，係變緊嘅。有啲總會都傾緊係離開瑞士嘅，都去緊東移嘅啦。咁所以呢個係我哋個好時機嚟。呢個我哋做好自己，唔好話人哋點樣，我哋做好自己。咁但係佢哋自己因為 internal politics 都變緊㗎。我唔知啊，係咪最新都好似瑞士個 court 話唔承認 CASA？我唔記得嗰個係咩啊？歐洲嘅 court 係嘛？即係總之佢哋自己都有問題，但係人哋啲嘢我就唔 comment，因為我唔熟。咁但係你睇緊而家成個係行緊呢邊。我哋香港有一個體育爭議解決嘅特別嘅 rules 嘅，係個規則。咁就你話 commercial 叻咁啊係。Unfair trial 好多都係 based on 佢哋個 rules， 咁我哋嗰個都 based on unfair trial 嗰個去做，跟住就結合咗我哋咁多年嘅經驗，體育方面去支持做呢件事。咁頭先啟剛講到錢啦，咁啊錢從哪裡來呢？咁啊有人頭先就舉手，我哋中金資本嘅朋友嚇就啱啱想舉手送錢俾大家啦，好似
請講。你好，我是來自中金資本的楊夢陽。然後我們在內地也投了就是佢聽到你呼應啊，即刻舉手。1000多家這個硬科技的公司，然後現在最熱的可能大家都會聊到 AI 啊，機器人。其實，在內地也開始有了機器人運動會，所以我也想請問霍先生，就是我們香港會不會把，比如說機器人運動也納入到這個體育運動中來？比如說您想辦游泳錦標賽，會不會也想做這個機器人擂台錦標賽？然後同時呢，一方面作為一個就是宣傳中國科技，也體驗我們體現這個科技實力，然後做一個整個對外的窗口，同時也是一個新興的一種體育形式，然後作為這個大眾娛樂也好，然後更多的參與也好，然後這個是一個問題。如果說我們也在這種新型的運動方式上，有這個更加的包容接納，就像您剛才也提到電競也是慢慢納到體育來，那麼我們的這個爭議解決以及法律中心是怎麼去對於這種新型的一個體育類別和體育產業，然後作為去 prepare 的去解決相關的一些爭議啊。那我不敢講是不是有機器人比賽啊，因為但是我還是剛才那麼說吧，我覺得科技跟體育融合是越來越多的了，對吧？越來越多的，所以這個可能終極來講也許會有從機器人角度，但是怎麼用 AI， 怎麼用科技來enhance 或者把現在的這種體育體驗加大的肯定是重要的。那從中我覺得這個也是我們話語權的問題了，對吧？我們未來我是很重視這一點，就是說在現有的總會或者未來一些新興體育的，誰去建立這個話語權的體系？因為無可厚非，從1900年開始是法國人，是歐洲人，他們訂立了，所有人跟着他走。你看打乒乓球，中國老贏乒乓球，他就把那個球弄大一點，對吧？你這些 rowing 原來有所謂的一個體重的限制，因為對他們沒有優勢，他們就取消了那個 class。所以我們永遠怎麼練也沒用，因為我們練得好，你就改規則。所以這個運動的這種體系的這種話語權很重要。那等於我們電動車嘛，你追趕不了他們的汽油車，你是不是自己走一個新賽道呢？所以未來新興體育，我們不是光要把運動員培養好，我們要在國際體系裏邊把這個話語權建立起來。那當中當然背後也離不開資源跟錢了。說白點，對吧？你光說理念沒用的，那你搞比賽，你真的是嘗試，你這個弄出來，哪怕一開始做的一般的，慢慢做起來，你就變成一個潮流了嘛。那你就說話就你說了算了嘛。所以這個是長遠的那個目標吧。最後一題啦，時間所限。係，請講。唔該晒Nick。我係深圳嘅洪代坤律師。咁咧，我都係 ALCO 嘅 arbitrator， 同埋同Nick 同埋Dennis 都識咗好耐。咁咧，我咧就有個問題咧，想就請教下 Nick arbitrator 嘅嗰個角度嚟請教。因為香港咧要打造成一個sports dispute resolution hub，it's a very good idea，yeah，but if you want to become the sports dispute resolution hub, you really need a reputation. How to get a reputation? And when you get a reputation, then you can get the user to ask for the dispute resolution in ALCO. Yeah. Otherwise, as an arbitrator in ALCO, we have nothing to do. And also, the sports arbitration, it'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commercial arbitration. So I would like to know how are you going to get develop the ALCO as the speciality. In sports dispute resolution speciality. Thank you. 多謝你。我諗要多方面嘅，即係首先我哋聽到有國家支持，有特區政府選上咗我哋去即係承擔呢個重要工作，亦都有港協國委會嘅支持。咁就另外呢，我哋有人才好重要，我哋亦都有啲好嘅規條人才。
有你啦，我哋好多咧，有好多我哋譬如如果你讀我哋嘅 sports mediation 咧，我哋有好多體育運動員啦，阿教授喺後邊都係我哋嘅同學啦嚇，有 Jackie 啦，好多朋友 Ruby 啦咁有心理科醫生啦，有劍擊嘅金牌奧運嘅金牌運動員啦，有殘奧嘅一啲即係方方面面，即係我諗10幾個20個 sports 加埋都有嘅。咁我覺得其實好多時咧，你要做調解，你係要即係唔單止個中心係要有一個大家公信力。你做調解員或者仲裁員，大家你一企出嚟就有嗰個台型，即係點解呢？因為我哋好多人係佢唔單止即係熱愛法律公義即係呢個彰顯公義，亦都好愛體育，亦都喺體育界貢獻好多。咁所以即係有陣時我諗，啟光你一年收幾多單投訴啊？關於體育方面，唔係投訴你啊，我諗係啦。唔係，所以我最簡單咧，梗係做得多啊嘛，係咪啊？你做得多，累積經驗多，咪經驗好，咪你嗰啲成功 case 越嚟越多。所以我未來收嗰啲投訴咧，就全部俾晒你㗎啦。交過嚟，係啊，減輕我工作，你又可以累積經驗。但係 in all fairness, I think we will have there will be more cases in Hong Kong。我哋有得啟德體育園，我哋越嚟越多嘅城市嘅，咁都出現問題嘅。咁我諗 Elco 可以 stand in front of the pack， 因為而家暫時未有一個 dispute resolution 嘅 culture 喺度嘅。大家就係可能投訴政府啊，投訴呢樣，投訴咁啊。咁其實咪要行先一步，俾人知道我哋有呢個 service， 我哋係做呢樣嘢 and very professional way of doing it， 跟住個 reputation 就會嚟㗎啦。因為我都唔應該我哋做嘅。其實 I get a lot of cases 就係運動員，譬如啲好少嘅嘢啦，譬如喂點解揀佢唔揀我啊？點解明明係我游得快，點唔係佢啊？好多嘅。咁但係我喺度諗點解我覺得呢個好緊要咧？因為唔應該我去做，我哋奧委會。我哋有 conflict of interest 喎，係咪？我哋有負責，我哋又係嗰個 selection committee， 跟住你投訴又係去翻我嗰度投訴，跟住我又要 rule against， 即係好多嘢唔可以咁樣咯。So 呢樣嘢即係 of course the cherry on the cake is the big ticketed items，right？ 嗰啲 commercial dispute， 咁唔係一步登天嘅。我覺得我哋好多呢啲咁嘅day to day 嘅，都好多都做緊，都好多係啲，譬如consumer rights， 我唔知 partner 啦，可能你話咩賣飛啊嗰啲咁嘅嘢都可以做嘅。So I don't know。我哋不如俾啲掌聲啟光好嗎？俾啲掌聲自己同埋多謝你哋，好。